行情后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咱来关心台北市的合江街甲饮酒街附近，昨10点外熊熊停电，路口的车红灯嘛未倒。台电是讲是路线故障，伫饭店的是半暝1点10分，即马已经恢复正常。规条路暗摸摸，便利商店那边也拢看无。31暗10点外。台北市河江街甲饮酒街附近突然间失电，民众拢唔知影为什么。大概10点半就停了呢。10点半到现在。哎呀，为什么？因为拄有真侪店要休困，本来应该下班的店员铁门加袂来，也未休困的店也因为无电无法度做生意。我们刚刚也没办法用封口机，也没办法用封口机，没办法处理掉。因为无电，路口的指阳灯也未倒，警察赶到现场先指挥交通，工程人员赶来了，接发电机和指阳灯用，和指阳灯先恢复正常。用发电机先送，等台电送好之后再转回那个正常。台电讲是因为线路设备故障才会停电，暗时10点07分接到民众通报，经过3点外真久的抢修，伫初一透早1点10分恢复供电。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中国军机1月份差不多逐天拢有飞来咱台湾扰乱，昨昏嘛有。空军是公布昨昏中国军机飞来7只，空军嘛头一摆只是公布1只美军的侦察机飞来咱的西南空域，也毋过无公布美国军机的机型。昨昏中国的军机飞来咱的西南空域，伫日时暗时拢有。空军是派空中巡逻机对付，嘛有公布甲因赶走。另外，美军的侦察机嘛有飞来咱的西南空域。来关心桃园病院群聚感染，目前相关的本土病例有19例。第908案是伫桃园另外一间病院获到的。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已经有科出接触者做隔离。到底是倒一间病院？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未去公布这间病院的名。国内新冠肺炎个案908，陪妈妈到桃园地区病院看病接病，指挥中心继续疫调，为当时的监视画面，看到908甲妈妈甲步入桃园病院的确诊个案889，都坐伫正后排位，两人无讲话，喙暗也拢挂好。指挥中心认定这是有找到感染源。感染源是很清楚嘛，哈，就是这个889在那个区域里面。那当然整体的一个大的环境，事实上我们也框得非常的宽。那我们也看过相关录影带，事实上在里面哈，事实上在同一个时间其实人都不多。指挥中心表示，908伫陪妈妈看病了后第3天被通知有甲确诊者做伙爱居家隔离，啊毋过隔离前3天可能也无传染力，啊毋过为细致也是公布伊去过所在。伊伫1月25下晡起9分楼街阿妹茶楼隔工中昼到餐厅食饭，下晡去拜拜。去公山宝塔寺甲永福金宝塔，陪阿妈到大溪楼街暗顿伫邮局百年邮饭。若是这时间有去过同款的地点，民众呢自主健康管理到2月73，个案陪妈妈看医生的病院有缘未公布，会做环境采检。病人移出之后，那就会做比较完整的清消。那在完整清消之前，那都会来采。当天就是那个诊完之后，那晚上就已经做了大规模的消毒，第2天也做了大规模的消毒。好，那在环境上面，就有检测点，如果有发现，我会跟大家来讲。这个由步入桃园病院产生出来的群组感染，确诊者已经有19位，其中一个不幸过身。指挥中心回溯所列的居家隔离的人已经有4213人。另外，针对中国礼拜六通知台湾，厦门有一个由台湾输出的确诊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也无联络到当事人，不过已经接获个案，相关出入境的时间会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病例倒去第1间病院，第908案是陪伊的妈妈去桃园另外一间病院看病去互画着。伫病院内底就规定讲一定爱挂喙暗，乃去互画着。有感染科医师讲有可能是环境已经有病毒，建议爱公布病院名才对，安尼才有去过人才有法度提高警觉。国内确诊个案908，指挥中心研判，伊是陪老母到桃园地区病院看医生时，因为8家确诊的人伫同一个所在才互画到的。
感染科医师推测，因为出入病院的民众一路拢有挂喙암，所以讲感染源可能唔是面对面的接触，也是讲喙内传染。而是病院的环境已经互污染。病毒那个污染的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是门把，或者是说等候的那个桌子啊、椅子啊，你再去摸到这个桌子、椅子、门把的话，可能就会接触到病毒。那如果你再摸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的话，可能就会发生没有面对面、没有亲密接触的一个所谓亲密接触传染。那这个在秋冬天的时候，病毒在环境里面适应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它接触传染的有效性也会比较长。医师坦白讲，若是环境内底有感染的风险，北到过这个病院的人，无论是不是甲确诊的人，同一时段看医生拢有风险。一旦出现症状，就应该爱采检。若是民众唔知讲家己有风险，也走到其他的病院去看医生，就有扩散的疑虑。建议指挥中心直接来公布这间桃园地区的病院。间接接触传染，所有到过那医院的人，说不定都有一点风险，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是可以考虑公布医院的名称啊，因为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地缘关系。如果未来你发生症状就医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说，这个发生呼吸道症状的这位这个人他是不是需要去特别考虑新冠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医师认为，公布病院对着避免感染扩散有帮助。而这阵对步入桃园病院衍生出来感染的事件，即要出现新的确诊的人，就要搁再加这个观察期，往后壁来延2-3礼拜，一直到过年期间，拢要继续来注意，是毋是有新增加的本土确诊的人来出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好天甲侪云，只是暗时温差较大。来看温度。今日伫东半部有短暂雨，早起受辐射冷却效应影响有较寒，上低温是出现伫台南8度1，日时温度会回升，高温有24度至27度，温差超过15度。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会转淡冷，严格干那影响一天尔尔。拜三，东北季风就减弱，各地阁是侪云到好天，会一直到礼拜日拢是好天。若空气品质的部分，今仔日西部空气品质不好，北部、高雄、屏东是柑仔色的提醒，中部更加南是达到红色的警示。另外，今仔日伫西半部金门、马祖的大雾会影响能见度。目前云林已经进入早冬水稻仔补产期，因为年初有寒流，造成水稻仔栽生袂大，即马出货嘛受影响。来到旧年的长江，布袋机来回开，路面嘛无因在后壁补园啊。现在渐渐进入云林地区的一期布袋期，但受到1月初几啊波寒流的影响，现在园啊延后出货，需要延后布袋仔。道路物件后面阁需要排队来找代金，趁园啊阁踅到布袋仔。爱四载才按起来布哩，这个无四载尔，这讲是这安尼尔，这两载外尔。基本上爱4载外才会布哩。按好啊，但是就伤短啊，长啊较短啊，嘛是布啊。有农民表示，因为已经预定，若无照时间来布袋仔，后续可能爱排队，即当搁小心来顾园啊。但园啊就表示，正常园啊生长28天才会当出货，但今年受到几啊波寒流的影响，预估出货会望7天以上。我这边我是大概到28天了。你也寒流来，你就差不多再多，至少大概1礼拜。所以这整个有时候会整个延后啊。天气寒冷，你那有那个出洋状况都延后啊。记者黄有报道。加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法务部甲台湾高检署修订相关的规定，甲中科院看作是准国术。军事机关有牵涉国家安全、甲商业机密，全部列做法定重大营业秘密案件，对国防、商业的机密会进行相应的保护。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姓曾的查甫人身份证去互歹徒提去，歹徒找一个甲这个姓曾的查甫人生做要共的人去补办健保卡，即马有相证件了后，搁去邮局台湾银行办理印鉴变更。把补办新的假金簿啊，偷领出内底的508万。受害者即马对银行甲邮局提出告诉，要求赔偿。法院认定邮局甲台湾银行无做好管控，即马爱全赔。
来看联合报，疫情指挥中心透过伫美国的外交管道，摕到10挂万吨的非税预防车，2月初4就要送到咱台湾。民航局伫今日下晡会召开会议，讨论冷冻链的保存、运送这个技术。疫情指挥中心昨天召开记者会，公布第908案伫社区的行踪去过倒位，伊捌伫1月25、1月26去过新北市九份啊，嘛去过桃园大溪老街，还有福冈县的宝塔市永福的金宝塔这个所在。即马新北市甲桃园市已经赶紧做大消毒。玻璃桃园病院互相烧的事件摊开，其中案例908在1月23伫桃园地区的病院，甲案例889伫同一个看诊室里互传染，在26号通知伫厝隔离进前，伊在25、26两天到公共场所，包含新北市九份老街、桃园市佛光山宝塔市、永福金宝塔甲大溪老街、新北甲桃园市政府拢赶紧来消毒。昨天是接获中央的通知后，在晚上7点的时候就完成9份区域全部的消毒。有知道那个监理所那个指挥中心有公布了以后，我们主动自己全面消毒。金宝塔讲已经消毒啊，宝塔市是大门锁起来，不爱开放民众入去。礼拜大溪老街有真侪人，大多数游客拢有挂喙罨，不过少数民众甲喙罨摕掉，哪行哪食，也有大头有愿提供试食。业者讲公布地点了后，生理空间真受影响。听说这几天都有在消毒，当然会担心啊，就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啦。另外，确诊者去过店头阿梅地楼是大肆公告，讲会进行消毒，暂停营业3天。水饺店业者在拜5大消毒了后，都关门无营业。礼拜继续公休，做油饭的店头是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关店大消毒。我们都已经有一点心理预感，只是没想到他会直接进来到我们店里面，所以有点震惊啊。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桃园商区生意拢受到不少的冲击。桃园市长陈文灿下晡分别到卖场甲购物中心视察防疫，也替业者加油。商圈跟传统市场确实有受到影响，不过我想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防疫的对策做好，都没有问题。陈文灿讲，即阵疫情的威胁也未结束，呼吁业者继续落实防疫，安尼一来民众也使安心来消费，相信买气就慢慢上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例，死亡人数有223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例，目前计共911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伫日本已经超过3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600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920万例。欧洲迄边即马英国是超过382万例，英国是超过325万例。来关心美国嘅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是即马全世界上界严重嘅。美国国防部有派大批军医甲护理师去加州斗3工。另外，拜登政府要拼上任100天内，要互1亿人注射预防射，所以就算美国有的所在有暴风雪，医护人员嘛是伫风雪当中替民众注射。拜登政府拼上任100日内完成1亿人疫苗注射目标，各州拢加紧脚步扩大注射。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户外德莱索疫苗中心拜六出现真长排队的车队要来注射，卫生部官员估计2天内有注射1万剂。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一间病院疫苗冷冻库离岛发生故障，将近2000剂莫德纳疫苗看起来更加过期。医疗人员赶紧变通，将疫苗分散到西雅图大学这无同的所在，呼吁民众去注射。结果完全拢无浪费全部资源。疫苗注射医疗人员爱随机应变。离岛也发生在奥利冈州的高速公路，20名对完成紧速注射工作卫生局人员，和大细条伫路的拢袂顶袂当。看到車頂6劑疫苗會更加過期，有時因決定冒着大細，佇車頂內底去找調佇車內開車的人，就地來注射這個疫苗。I know me personally, I would not be able to go to sleep at night knowing that instead of us getting out and doing everything that we could to get rid of these vaccines, they were just going to be thrown away. And so I think that's the biggest aspect of just knowing that the community wants it, that they need it. And if we have it, you know, if it takes us getting a little bit of snow on us, so be it. We're going to adapt and overcome and help out any way that we can.
美国新冠病毒总计确诊加为着病毒而死亡的人数继续位居全球头一名。为着病毒的人数上悬的加州，各地病院的重症病房人力根本无够，国防部已经去派遣真侪军医甲军护来支援，包含来华德州空军基地20支军医部队，加国防部旗下185支部队。洛杉矶郡综合病院的护士向路透社记者表示，这军医是伊眼中的英雄。It's like watching Superman walk in. It has been because they are trained for this. They are trained, they are the best of the best, and we know that they are prepared for scenarios like this. 到30为止，全美新冠住院治疗的人数是97561人，是近2个月来头一摆降到10万人以下。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为随药厂的预防车因为欠货，法国驻文的拢无来，所以互法国政府是规百货。那英国阿斯特捷利康的预防车嘛，因为生产的数量无够额，交互欧盟的货嘛减去，致使欧盟全提出禁止预防车出口来做反制，也毋过引起批评，遂赶紧撤销禁令。伫法国巴黎17区的疫苗注射中心设备真新，毋过拍开柜啊，内底是空。这中心原本按算逐工应提供至1200支新冠肺炎疫苗，却临时接到通知，无充足的辉瑞疫苗，互当地市长甲医生真生气。Organisé, on est prêt à accueillir des personnes vulnérables, mais on n'a pas de vaccin. Et donc on est ici dans un centre tout équipé, mais vide. Et on est évidemment en colère parce qu'on s'est organisé depuis 15 jours. Malheureusement, on n'est pas en capacité de leur répondre. On a aussi des patients très fragiles à l'heure actuelle, sous chimiothérapie par exemple, pour lesquels on n'arrive pas non plus à pouvoir les faire vacciner parce que les doses sont réservées à la seconde vaccination, ce qu'on peut comprendre, mais ce qui est difficilement acceptable pour les patients. 欧洲面临疫苗欠缺问题，因为辉瑞甲莫德纳暂时减少供货，辉瑞疫苗这个月和法国疫苗也减少20万支。法国大巴黎都会区甲北法地区延迟第一支疫苗发放，影响法国1/3进口。伫英国药厂阿斯特捷利康也表示，因为生产问题，第一季减少分配予欧盟的数量，欧盟非常不满，29动用紧急英国脱欧条款，限制新冠疫苗出口到北爱尔兰，避免疫苗越过爱尔兰边境进入英国，引起英国甲北爱尔兰不满抗议。数点钟了，欧盟佫紧急撤销限制，英国官员是同为批评欧盟。I think the European Union recognise now that they made a mistake yesterday. The Commission made a mistake. They didn't consult us. They didn't consult our friends in Dublin. 科夫表示，上重要是确保对英国公民的承诺。欧盟的疫苗禁令也影响到来台湾进度。原本按算3月9月1000万剂 AZ 疫苗都延迟。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市长也证实会尽力来参详。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昨昏伫全国真侪所在拢有示威活动，因是要求因的政府爱讨绑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结果全国有5000外示威者互抓去。警方执法粗残，嘛引起国际媒体关心。即马美国甲欧盟拢谴责俄罗斯。目前互抓去的纳瓦尼已经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30日，伫咧俄罗斯全国有真侪人被警方强行拖走，也有人被警察用警棍讲，有人被拍假跪伫咧涂骹。这位示威者的头就受伤被拖走。示威抗议的民众要求莫斯科当局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尼。Хочу жить в свободной стране. Я вышла на митинг,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не запрещено законом. Т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стране последние 5-10 лет, это ненормально. 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ужно выразить поддержку всем людям, которые не согласны. И, в принципе, самому Навальному, который начал это все делать. 为了要应付大规模示威，莫斯科警方甲市中心封锁，也派警察驻守，限制抗议者所抵达的范围。内政部也警告民众，唔通参加无经过相关的抗议活动。这已经是俄罗斯连续第2礼拜日发生全国几个城市的示威活动。观察组织 OVD Info 的报告，30日迄天至少有5045人被拘留，敢若是莫斯科就超过1600人。纳瓦尼的看守尤利亚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尤利亚尾也被放出来。迄天拘捕的人数也是2011年以来上多。后面美国对俄罗斯政府的大规模拘捕，结果警方执法伤过暴力，表示遗憾谴责。目前被羁押的纳瓦尼
和俄羅斯的學者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伊的團隊講，因會佇咧隨日審判開庭期間，閣積極示威。公視新聞吳玲編輯。今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加詳請咱做伙來看世界。緬甸親像爆發軍事政變，執政黨的發言人已經證實講，包括因的總統文敏，還有是一個領導人昂山素姬，即馬攏互抓去啊！來關心新疆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繼續在炭燒，英國、南非甲巴西攏有傳出變種病毒。到頂個月為止，全世界計共已經變種出3931種病毒的基因型。來看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提名，風聲講美國前總統川普，還有世界衛生組織，還有瑞典的環保小女唐貝利攏互提名，攏是挪威的國會機關提名的。體大車拼來看羽毛球年終賽頂禮拜佇泰國舉行，咱台灣的男子雙打李陽甲王麒麟摕到咱台灣史上頭一座年終賽男子雙打的冠軍。那世界球後戴資穎嘛摕到第3座年終賽女子單打的冠軍。連續3禮拜佇咧決賽對到西班牙的選手馬玲，羽球世界球後戴資穎前2邊攏輸，年終賽我拄到一開始3-0領先。第一局雙方互相領先，不過小戴佇咧中段和對手連續摕7分，10比2輸第一局。第二局戴資穎轉攻為守，以後場壓制馬玲，和馬玲一直勝負，順利甲局數逆平。決勝的第3局，雙方的比數互相有領先，這球2個人來來回回前後場一直調，要讓馬玲忘情的一粒對角小球，小戴救袂赴。戴資穎佇17比19落後的時陣，連續摕3分逼出冠軍點。要讓這球馬玲暗算錯過，跳江歪接，不過球拄好落在咧界線內，和小戴收下冠軍。我覺得還有很多主要的對手這次沒有來比賽吧，所以我覺得，這不能代表什麼，就是還是要到時候才會知道每個人的狀況，然後，下場的時候，包括一些壓力啊，或者是臨場的發揮，都會影響到表現。這是小戴伊個人第3座年終賽冠軍，伊講刷落來愛準備東京奧運。伫畫面下骹穿白衫冷國嘅男雙組合李陽王麒麟順利摕到第2個冠軍點。這是今年復賽了2個人做伙摕到嘅15連勝。伫泰國連續摕3座冠軍，也是台灣第1座年終賽男雙冠軍。球員佇咧球場練球，準備初杯要開始嘅澳洲網球公開賽。受疫情影響，選手今年將在主辦單位安排包機到澳洲了，一個佇咧飯店隔離14天。But we've given 9 days between their coming out of quarantine when they really have to play the Australian Open. So that period of time, while it may in an athlete's mind not be perfectly ideal, it is enough of a period of time to get as ready as you possibly can be. But it would be no different to inclement weather stopping training or to someone having, been a bit sick and having to take a few days out. 澳網業發聲明講，14天嘅比賽，前8天每天開放3萬位觀眾入場，後6天每天開放25000人，總人數只敢若去年嘅一半。收下18號球衫，日本籍投手田中將大，伫美國7年了重新轉到樂天金鹫。伊講，伫31月大地當10週年嘅時陣回歸有特別意義，除了要幫助樂天奪回日本第1，也希望讓參加東京奧運。出たいと思ってます。前回、北京オリンピック、出ましたけど悔しい思いして終わっているので、野球がオリンピック競技からまた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状況なので、自国開催ですし、金メダル取り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ます。第去年季後，田中將大變做自由球員，擁有洋基無關伊繼續簽。總管 Brian Cashman 講，因為以田中一個人嘅介紹換2個人，可能是更加好嘅策略，也無排除以後國家田中簽代。共一講日團嘅一個去年9月轉到日本職棒嘅台灣左投陳偉興，今年加盟中央聯盟嘅阪神虎，14天隔離賽前阪神虎球衫出現，講被拍到巨人踢下日本人。在隔離這段期間，伊也佇咧厝內自主訓練維持體能。記者綜合報道。
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民进党昨昏举行台北市党部主委的选举，敢若吴依龙一个人登记参选，尾仔伊是摕到2200多票选调，创下台北市党部主委的选举得票数上少的纪录。这边册当篇感谢文，因为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吴依龙有新职务，确定当选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这摆投票选举人数是17586人，投票人数有2231票，投票率是12.69%。吴依龙得到2217票当选，创下上低得票数的纪录。吴依龙以217票当选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第18届主任委员哈。这摆选举员工是只要摕到1票当选掉咧，啊，不过因为吴依龙入党未满2年，无投票资格，也创下党部主委无法度投票予家己的纪录。前党主席杜英泰也希望伊能为台北市党部带来新的气象。未来民主进步党台北市党部势必会成为国人注目的一个焦点。任何的党务革新，任何的人事安排，都会大家用非常高的标准来看它。吴依龙接党部主委了后，是名带动2021年北市立行选战，成做大家关心的焦点。杜中泰认为应该放手予改革，到时阵唔是单一作战，党内爱整体布局。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是提出反内底的公投，目前进行第2阶段的联署。党主席江启臣是表示讲，因即摆已经有收到超过38万份。另外，高雄市议员黄捷被罢免案，2月7日要登票。罢免团体昨昏调举行车队的游行。黄捷是由民进党的立委，还有林昌佐做伙做陪，拜托选民继续支持。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到高雄市党部出席无分区立委服务处揭办仪式。江启臣透露，公投北大选反内底2项联署已经超过2届，砍占28万，有个努力过年进前已超过50万。我们的公投案跟大家报告，我们昨天2个案都已经各超过38万张的联署。1月9号甲昨几天的时间，20天的时间。我想咱绝对有机会，后礼拜咱就破50万。因为国民党伫高雄无区域立委，剩无到1礼拜，就是罢免高雄市议员黄捷的投票，也被解说是故意营造哪力对决。江启臣反对批评是总统蔡英文失去总统高度制造对立。蔡总统自己讲说要守住这一局，那这难道不是在激发社会的一个对立吗？或者政治上面的一个对立吗？或者政治上面的一个对决吗？民进党常常都是2套标准的。得到民进党中央力挺的黄捷，继续甲民进党立委柯志杰亲自市场扫街拜票，假日又找来前时代力量立委林昌佐收听。从头到尾都不希望定调它是一场蓝绿的对决，因为这一次罢免团体提出的理由很明显就是。要针对我们来进行报复嘛，所以我觉得这样报复式的手段不应该在台湾蔓延下去。就是国民党想要操作的哈，那他也一直想要借着这个罢免黄捷案，将来再继续去延烧罢免案。所以呢，这个不是蓝绿对决。罢这是不是正做蓝绿对决？双方互相批评是对方操作。最后一个假日，罢这团体告号召，大家上街路游行，诉求反内底罢黄捷，教训蔡英文，要查入罢这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宣布禁止台湾马路进口，有做糕仔饼的业者，即马就烦恼讲，咱的太阳饼有用到猪油，惊未来无法度销去中国。师傅无用伫包鸭，虽然即要过年啊，不过即间太阳饼的老店却是无亲像往年遐尼无用。师傅讲每天也是维持固定的产量，不过受到疫情加观光客无来，外销加观光客销量员工差不多拢停起来。观光客没有办法来台湾消费，那我们间接就损失了40%。那因为现在疫情，各国航班都已经在减缩，30%就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外销了。实际来看，这店面以往拢是观光客场面拢已经无快啊。虽然是有未少民众来交关，也毋过甲以往来比较，也是差真多。中国国台办宣布，要禁止台湾生产的也是转运的肉品输入，而这一度也引发外界真烦恼。内底有猪油的太阳饼，伫中国市场也因此而受到冲击。我们公司是不会暂停，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组都是用那个奶油，那边讲说
用猪油的产品不准进来。那目前是没有，可是也不会太担心，因为它本来出口量就不大了。台中市锅饼工会表示，即阵销往中国的主要是用来酥为主，也有牛油的饼类制品。需要用到猪肉的产品，保存期较短，是以内销为主。猪肉禁令影响无大，不过疫情继续摊开，即阵大约敢剩3成的内需市场，中国拄到本土疫情上升，所以即阵连内需的市场也无啥好。力道再过一点哈，内需能够再加强，因为鼓励大家出来逛逛买伴手礼。周主任表示，疫情爆发了后，内需的市场无法度支持，原以为外销价订单也无去，本土疫情上升，更加互送礼需求减少，只好加强配送的通路甲渔业的合作，度过这个产业的寒冬。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南的甜露节拜六的时是老在举办，成上万人去参加。因为民众哪行哪食，无挂嘴暗，人遐济嘛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防检举嘛引起批评。昨个活动就随动点啊。找来台南真侪间甜点新店，头一遍伫海岸商圈皇家举办的台南甜点新节，第一天闹热进行，至少来了上万人。在地的一些小的店，然后在这边都可以一次看到，然后也有很多台南地方特色的东西。主办单位事先宣传，要求民众一定要戴嘴暗、实名登记，而且禁止伫内面食，爱甲点心带回去厝内。虽然大多数民众拢会当配合，不过也是有人甲嘴暗戴咧下海，也是哪行哪食，人侪到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引起民众质疑防疫破空，真侪人向市府检举。幕后市长黄伟铁非常不满，第二天的活动紧急法庭。在评估上的人潮里面，也没有去评估到说人潮的那么多的人都涌入，所以在防疫的措施，我们决议因这几天的那个疫情，所以我们决议就是取消活动。民众批评市府要求庙宇停办庙会绕境，不过说温存地点新节举办，根本就是相定标准。主办单位他没有遵守防疫计划，就是没有保持社交距离、控制人流，还有这个戴上口罩这个部分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的规定。卫生局会依据市政来做一个裁罚的动作。市府解说，台南甜点新节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补助，海岸商圈主办，经发局真侪摆新闻考考，商圈也是照常举办，派人前往活动现场调查防疫措施，会按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进行裁罚。活动经过协调，马上停办。记者李小燕、陈宪坤，台南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去原住民的部落，除了食因的料理，买原住民的纪念品，阁会当创啥？伫屏东的布袋乡新山部落，即马有一间餐厅，就教游客煮原住民的料理。游客爱家己先去买菜，才煮出原住民的料理，家己煮，家己食。真侪民众若去原住民部落游览，一定会食原住民的料理。毋过伫饭桌顶食饭无稀奇，家己动手做才心熟。它的名字它的刚刚我讲说家叶嘛，它的那个族名叫阿拉布鲁，布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那个传说嘛，传说，那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很早就有这个食材了。对导览员的脚步行伫咧山林，大家囡仔拢感觉真新奇。原来身躯边真侪食物拢会当变做食材，而且伫屏东布袋乡新山部落的这间厨艺学校，毋是互民众用目睭参观尔尔，民众阁会家己动手煮。亲像这个花啊，就当咧用叶啊、蚵仔甲猪肉啊，包卢凯的传统食食是哪部？就是可以直接从采摘，然后认识就是需要用的食材，然后一路到制作，然后我自己体验，然后还有一路到后面都还有一些原民的部落风味餐可以去享用。部落除了游程之外呢，我们当然我们的美食也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哈。泰国有厨艺学校。我们就以此为发想，我们部落也是有我们自己在地的美食跟我们自己的特色那我们就来做一个那个部落厨艺学校的游程。过去伫原住民的部落食到特殊的料理，就已经真趣味。即阵阁设厨艺学校的活动，请阁较侪游客来部落佚佗。部落的导览员刘美英表示，透过厨艺学校甲在地工艺体验甲导览，会当互阁较侪人了解陆凯的传统文化。望来遮游客，毋敢若是行行看看尔，阁会当深入体会因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
骑高龄车甲骑2轮的脚踏车比起来较困难。不过，云林北港的建国国中有设一个骑高龄车的社团，替囡仔来培养兴趣，学生囡仔利用下课来练习，即马伫比赛嘛摕到好成绩。看这学生骑高龄车做出互人学乐的动作，加上轻轻松松。其实要有这款成果，过程是真艰难。云林北港的建国国中有创一个社团，互囡仔来培养骑高龄的兴趣，因也得到县长杯花市团体组和双人组的冠军。那其实独轮车不容易练习，因为它的平衡非常重要。那我们希望呢，孩子透过练习独轮车，也可以训练个人的一个平衡感，以及团队的精神。牺牲放学了后，会使去佚佗的时间，因逐日拢咧练习，想要拼出好成果。教务主任也讲，大人拢无一定学会好势，这囡仔毋若认真训练，若是跌倒受伤，为着毋拖累团队的进度，也是会忍耐伤痛。这款精神和态度实在互人佩服。因为国中5点放学，所以还要一直练到快7点。然后每天一直练习，原本很累，但是拿到第1名的那一瞬间就觉得都值得了。就是练动作的时候常常会跌倒，就是大概是关节、膝盖还有手肘那边都一定会有擦伤，然后可能还会留下疤痕之类的。最难的地方在比赛的时候，就是觉得很紧张，所以赛前的时候就要先想一下，就让自己等下不要那么紧张，就放松一点。其实，这学生伫国小就有拍基础，但到国中有社团通参加，因除了拼课业，也会使继续发展有兴趣的运动。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冬气候无稳定，去年咱台湾雨水阁少，欠水就无法度压制病虫害，致使台南咸水的柑仔蜜、柑仔稻受损害，大影响农民的收入。即马农会是望政府会当斗3工提供津贴。对农民加入去种柑仔蜜的果子园，其实原本发到乌毋过青冷冷，但煞因为雨落无够济，水库无水通饮餐，拢打冷去。水库无水来，互咱饮，第上悬的啦。你若有水库有水来，互咱饮的，也是搁落一寡雨的，后面引起安尼会病情安尼啦。野柑仔蜜更加因为无雨水受大影响，毋但营养不良，佮因为欠水无法度压病虫来受损害。柑仔蜜产量大减，生了又搁歹看，致使绩效有够歹，大影响农民的收入。就是因为无落雨，所以控制袂掉，这控制袂掉的状况，就是讲会影响到咱农民朋友规个一个生计啊。为着减少农民损失，盐水农会专工去到现场勘察柑仔蜜，加强农民对防治虫害的观念，也呼吁政府就提供津贴，帮全家的农民落去种植。记者综合报道。那云林县政府伫这几冬是为着要帮助对越南、印尼佮来咱台湾的新住民，即马专工伫图书馆内底买一寡适合因读的册，有一寡册是甲职业的训练、职业培训有关系，希望对因有帮助。台湾的新住民人口已经愈来愈多，对这的新台湾人来讲，若是平常时想要进修、培训、学新手艺，定定唔知影要对倒位开始，如何找资源。为此，云林县政府第一步，就是小刷为图书馆添真侪越南、印尼等等东南亚国家的新册，方便因先借册登去参考。有会找到很难的地方，可是觉得这样会有看到这种物质，也是会有比较方便。还因为是新住民专班，所以说我们有时在一个阅读文字上比较辛苦，所以呢也请我们的图资科这边呢来进行一个行动阅读部分，把相关的书籍能够带到我们这一班的职训班，然后让我们的学员呢可以看了一些书籍啊，一些造型部分来做设计。第二步，在职业训练方面有新开的美容造型班，除了传教新住民朋友相关的技术以外，也会辅导学员考证照、开店面做生意，都是要鼓励新住民加利用这个进修管道，相信对未来就业方面嘛会真有帮助。
阅读起步走。那很多新住民姐妹们，她们可能不太知道我们有公共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资源可以使用。那所以我们帮他们呢挑好了一袋书，就是这样的一袋的阅读好书。那里面其实就否他们今天在学的整体造型设计课程。云林县政府这几年以来推动新住民阅读计划，为了培养新住民和下一代沟通传承，嘛有设立多元文化专区。期待新住民朋友会当透过进修，学到专才，适应台湾生活，对未来不再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咱来关心，咱国内即马出现本土病例，要往年啊，过年的期间，代替要加强防疫措施，限制骑票的数量。要么若是民众拄电子票卡去坐车是无受限制，安尼限制骑票，哪有啥物意义？这嘛引起质疑，讲会真做防疫空棒。交通部长林佳龙即马表示讲，会爱代替加开加班车，也是加挂车厢来应用。旅客走到火车到台中，不少人提起电子票证，入了就出站，旅客计是向袂煞。因为比较方便性啊，现在的趋势吧，比较方便，而且不用跟人接触，就减少疫情期间的那个传播。实际来讲，代替加票口，摕到电子票证坐车的旅客，比摕到实体票证的基础袂少，因为免临柜来买票，加上快速来进出车站，电子票证成为坐火车的主要方式之一。疫情严峻，交通部宣布，除了高铁春节期间停卖自由座，代替嘛限制，每班的客票是120张，不过民众真烦恼，成为防疫的破口。是登记的，他走不过去啊，带小孩很难走这样子啊。假日的话，应该对号列车可能人就比较多，可能就比较不会搭。跟电子票证的话，它毕竟还是一个人流啊，就等于说，它跟站票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嘛。经济代替规划，虽然客票总量的管制，不过电子票证是无受限制，而且除了倾斜式列车以外，拢是开放搭乘。民众讲限也是敢若无写共款。年节期间就算是升级列车，车厢内底也是上冻客。而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就更较多是动态防疫，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管理啊。那难免有些地方可能像捷运你也很难说去限制上上下下的人。林佳龙表示，这是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评估，在运营一个防疫监管的前提之下，来做出客票的总量管制。代替表示，就会看搭乘的状况，适时来加开班次以及加挂车厢的营运，卖骑到高铁来加开列车。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关心，对今年开始，咱政府开放有300种的美国猪肉进口台湾。那现处是咱台湾饲草市面上敢有？业者是邓先看挂保证，强调即阵咱台湾市面上拢无猪肉有300种。那学者是认为讲，爱扩大咱国内饲猪产业的经济规模，安尼会当降低进口的需求，嘛会当降低民众食到300种的风险。火车出入入，进口的冷冻猪肉准备上去，加工厂加工。因为这都以前进的没有贴，现在因为要出货要贴，如果我们以后有进，我们再拆柜之后就一起贴好了。对今年开始出货进前，箱仔顶头拢爱大纸，注明厂号，表示看敢有食肉精。像我们跟美国下订单的时候，都一个厂号你做看，Pain Free 无瘦肉精的，只要属够严，来阮遮够严。去人家还阁严，根本就买袂到啦。阮是歹势讲来悬赏来那个多巴胺，对吧？进口商李春来邓行坎挂保证，强调即马根本无来克多巴胺的猪肉。伊也讲，针对美国、西班牙、荷兰、丹麦来货，拢是去年9月进的，到达已经销8成外，库底剩3-4千吨。伊讲即马因为疫情无货柜，加上内底的基地要搁伫咧风火头，什么时阵会搁进无时间表。而且美猪现在都没量了，大家不愿意进口了。进口商强调，食到美国猪肉机会真低，不过台湾也是有一成必须爱外口进口，加拿大进上多，主要进夹心肉、肉薯、腰内肉、后腿和前腿。其他的部位以脆皮肉、猪脚、肝链、甲大肠为主，加拿大甲美国占上多。
随邦进口商表示，即马进美国猪入来嘛销无路，也若加拿大的猪肉委员会18声明，出口的猪肉拢袂使使用食肉精。不过国内已经开放来猪合法进口，国人就可能会去食到。来猪这个议题能够持续多久？我们去对比当时开放牛肉的这个情况，大家都忘记了有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不是扩大这个市场规模的话，事实上我们的猪肉是没有竞争力的。那你真的只能接受一直不断的去增加进口的这个猪肉。专家认为，扩大国内猪场的经济规模，增加国产猪的产量，较有机会降低国人去食到莱克多巴胺的风险。本来咱国内就是以用咱国产肉为主的，这个体系啊，差不多70%外以上啦，所以咱来稳定这个系统，咱来让咱的消费者对咱国产的猪肉更有信心。因应来猪开放，政府公媒体8亿的基金建立完善的屠宰分级制度，加冷冻供应链的设备等等措施。随邦猪农和学者拢认为，要稳定国内饲猪的规模。不过，因嘛烦恼未来美国若和台湾签 BTA 关税豆豆降低，台湾的饲猪规模可能无法度避免会去受到冲击，甚至重新洗牌。记者民警杨水台北宜兰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去嘉义。嘉义有丰富的宗教文化，伫高雄南院边仔的文化集会所有咧举办宗教特典，咱做伙来欣赏嘉义在地艺术展因有路的功夫。运用展览的庙红啊，功夫有路的新名衫，阁有用纸糊出来的新香。3种无同工艺宗教文化做一届展出来，互民众来欣赏。不错，蛮有民俗艺术的。刺绣工艺很不可思议的很精彩，因为我们平常没看过这么细致的工法。展现生态教育的价值啊，结合电影元素的新名衫，连纸糊出来的雕像，阁有会当叮当的机关。传统宗教的工艺，透过艺术的创意，展现出作品的别开生面。我用安尼的材料的特色，伊的色彩的特色，来创造咱本土戏，就是跳脱较早甲传统戏较无共款。就是要让国外知道说，我们不仅有台湾的宗教文化，我们还有做一些外国的宗教文化，把它套在我们的自己的宗教文化上面。可以拆卸式，以后我如果有新的 idea。等咱像芭比娃娃有无？那咱佮换衫换裤哈，所以其实宗教没有那么死板，我们可以把它活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即摆展出为1月27号开始，一直到3月14。嘉义县政府文管局表示，展览的主题结合在地传统的工艺甲文化创意，希望民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创新甲改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1月17是联合国定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嘛是奥许维兹纳粹集中营解放76周年。一年拢有各国的头人会去波兰悼念，毋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博物馆无开，纪念活动改伫线顶举行。落雪了的奥许维兹集中营，互人的心情搁较淡定地。1月27是联合国定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往年这个时阵，拢会伫遮办追悼仪式，不过今年因为疫情被迫取消。仪式转做伫个线顶举行，集中营博物馆的馆长代替所有人伫纪念馆头前放花圈甲蜡烛。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式的屠杀，造成至少600万犹太人死亡。解放已经建立76周年，反犹太主义依然伫咧，并且以惊人的速度伫咧扩散，一直发生暴力事件甲恐怖攻击，迫害犹太社群。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复兴，挑战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的政权。Nigdy więcej nie było wojen, takich wojen. Teraz na całym świecie panuje epidemia koronawirusa. Czy to też nie jest wojna?
这一年来，全世界拢受疫情影响，来集中行参访的游客数，自2019年的230万到去年这个那剩50万人次。Nic nie zastąpi tak naprawdę doświadczenia miejsca, przestrzeni autentycznej, bo to nie jest tylko kwestia zobaczenia czy usłyszenia, to jest kwestia rozejrzenia się, przejścia własnymi krokami, dotknięcia, wyczucia perspektywy, zrozumienia jakby. 集中营博物馆规馆的日子已经5个月期，严国馆长讲，大都市教育伊话爱继续推动，让世人自历史学到教训，以免悲剧搁发生。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伫德国即马有正特别的公司，是专门伫培养少年家加做政治人物。有创新公司是愿意投资少年人，互因有稳定的资金，协助因来推销因创新的政治理念。夹着诉求的牌卡，为着气候暖化问题上街头游行，希望政府听到因的声音。德国伫这几年有真侪少年人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有一间新创公司就以政治做主题，提供育成系统，让少年人会当有资金加专家的建议，让因的政策有新创的思想。Join Politics ist ein überparteiliches Start-up, das nach politischen Talenten sucht und sie fördert, um Lösungen für die großen Fragen unserer Zeit zu entwickeln und diese auch politisch umzusetzen. 凯洛琳是这个政治新创计划创办人之一。伊讲过去真侪产业，亲像是科技、医疗，拢有新创公司推动参与研究相关行业的发展。不过，政治思想是正抽象的概念。正对现主持的政策会当提出改善的想法，经过公司审核，就能摕到5万欧元的资金，并且有专家指导。这项计划伫测试阶段就选出3个团队，其中一个是促进德国的马德堡市的政治人物，会当甲居民有互动联络，听取民意。也有一个团队是推动建立政治教育基金会。Bei uns gibt es eben die Möglichkeiten, wirklich Lösungen zu testen, zu entwickeln und das in einem sicheren Rahmen mit der entsprechenden Unterstützung und dann die Lösungen, die wirklich vielversprechend sind, auch zu skalieren. In dem klassischen System, in den Parteien ist das häufig so nicht möglich. 外国媒体报道，这间新创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来自民众的捐款，甲其他机构组织的支持。不过，捐资金的单位或者是个人，未当干涉遴选计划相关条件。虽然有其他的青年政治组织因为参加政治活动，造成甲政府之间的对立，不过新创公司又愿意反对政治极端主义的方式，继续培育青年的政治人才。后一回参加政治计划的选拔已经有60个团队报名，会伫2月中选出5个团队，执行政治创新。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镜头来芬兰正出名的冰球队鹈鹕队，拍算要做全世界，嘛拍拼要做全世界头一支无摊牌红的球队。球队去比赛，拢坐大众运输，嘛鼓励球迷骑脚踏车，也是行路去看比赛。10 on ensimmäistä erää takana, vielä ei huippupaikkoja kummallakaan joukkueella ole ollut. 穿青色球衫、芬兰有名的冰球队鹈鹕队，伫球场比赛一直传出调分的欢呼声。详细看。因的制服除了个人的后背，也有一寡标语。芬兰的城市拉赫蒂进前摕到2021年欧洲绿色之都，当地有名的球队为了要争取全世界第一支碳中和球队，特别甲球队球员的背后结合当地城市拉赫蒂承诺要做的减碳零排碳之后，制作争取球队的制服。所谓的碳中和是指碳排放量加减少的碳排量之间互相拍平，达到正定碳排放的效果。像减少排碳量70%，比伫2025年争取碳中和城市达到9.9%的废物回收率，也讲2050年争取零浪费城市，拢印伫咧球队的球衣顶头。为了要达到目标，球队去比赛拢无坐飞机，鼓励球迷坐大众交通工具，骑脚踏车或者是行路去看比赛。球队主场也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餐厅所提供的食品加包装，也以当地业者生产加无塑胶包装，做到环保的概念。除了芬兰的球队，美国汽车公司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伫进前提出要捐1亿美金，差不多代表28亿3000万，找上好的碳捕猎技术。伫
伫咧过去，各国伫咧改善气候暖化时阵，拢是减少国家的总排碳量，真少注重伫咧回收空气内面的二氧化碳。国际能源署2020年年底就讲，各国要做到零排碳的目标，就需要大幅度增加碳捕猎的政策。目前，伫加拿大、瑞士加美国，拢有一间研发碳捕猎技术的新创公司。其中，加拿大公司已经会当每年量100万吨的二氧化碳，生产合成燃料。马斯克所提出的奖金，也当帮助伊的火箭公司 SpaceX 生产较俗的零排碳火箭燃料。公司新闻，但是董北记。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到济云，那明仔开始，东北季风会到位，北台湾会转淡冷。严格拜三，天气会恢复稳定，温度嘛回升。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加12度，上悬29度。中部温度上加11度，上悬29度；南部温度上加14度，上悬27度；东部温度上加14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到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衷心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